地前来看台南化社区的志工妈妈，因所做的破布纸、酸鸭冰甲乌鱼子酸鸭干，即摆拢透过社交平台来推广销售。咱的乡亲若有趣味，会当就网来购买，伫咧厝就会当食到南化酸鸭甲破布纸的好滋味。看到社区志工妈妈骹手真好，伫无用做这个破纸啊。这个志工郭美兰表示讲，要做成破纸啊进前，都要将青破纸啊控4点钟了后，放好冷蓝盐搅过了，才会使做。阮家用啊规完，用好的时会当下冷冻，啊，咱算做讲用过的古法就是拢安尼啦。这个树枝啊、破纸啊做好了后，社区妈妈点出好手艺。用破纸啊来炒卵炒菜，同时讲，若食酸啊会过敏的人，食淡薄仔破纸啊会改善过敏的现象。伊若身躯的尿会呛啦，爱啥，这个会排毒啦。要炖啥拢做好用，爱买当配糜透早顿，这个泡泡纸会帮助消化，事实这个物件真好。南化社区除了做泡泡纸以外，当年拢用爱文酸啊做成酸啊干，今年是推出乌鱼子酸啊口味的鸡鸭冰。因为疫情关系，南化社区就将这做好的破纸啊、乌鱼子酸啊干、酸啊冰等等，跟社区的平台做推广，和民众透过网络来注文。